婚姻土库的青年林家良，伊所开的水牛安养中心，目前是收养3只退休的老水牛。第一只收养的水牛叫做阿乐，伊的主人专工来甲看，这人甲牛中逢的画面真感人。 土库青年林家良开设水牛安养中心，或者的主人无法度过照顾的老牛会当安养天然。安养中心收养的头一只老牛阿乐，伊的主人专工为北部落南看牛。主人柯文俊虽然无讲啥，不过看阿乐的眼神拢是感动。每次来这边看到他都很高兴，比我们照顾的还好。因为我哥哥中风以后就没办法把他照顾的，有时候都一两天都没得吃了，就好像看到自己嫁女儿的心情一样。林家良表示。 人甲牛的感情是真深，虽然阿乐袂晓讲话，不过会当感受到，伊看到主人是真欢喜。来这已经要2年外，就是讲愈饲愈肥安尼啦，就是讲阮拢有逐工用迄种足澎湃迄种甘蔗虾，互迄母食安尼啊。 主人甲老牛的重逢是使人感动，希望水牛安养中心的老牛拢会当伫充满爱甲关怀的环境之下度过生活。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